自控家己小剧场戏剧节是南台湾头一个以剧本创作做核心、读剧演出做形式的国际艺术节。一个拜六礼拜，唔但有3出全新的台湾戏剧以外，也有外国的本本用读剧演出的方式来呈现。对10月开始要做17场，而且民众千万唔通错过。歌词唱出家己心中的无奈，以网甲大色一段王凤祥的故事来写的剧本，讲伊安怎为家段囝仔行入文学，这一生起起落落的故事，要透过读本的方式，伫家己馆举办的小剧场戏剧节来演出。这王凤祥呢，伊为较早伫个家段囝仔的时阵，伊叫做刘仙，然后诗人伊的名叫做戴卿，日本名叫卡奥里。那伫个这段时间，伊遐济啊，遐尔济的名，就代表讲一个大色的段。伊除了是一个查某人的一生以外，伊嘛是为台湾统治甲日本统治迄段时间一个台湾人的一生。这摆小剧场戏剧节扩大甲国际交流，除了台湾在地创作的故事，嘛有日本、韩国甲香港的剧本。为日本当家第2摆过来参加戏剧艺术家表示，希望会当透过活动，互台湾的民众嘛会当了解附近国家的剧场文化。去年只有日本。今年是又加了亚洲、韩国、香港的剧本，然后就是我们发展到了亚洲专题。阮剧团推广18、18年的一个剧本农场计划，吼，这是每一年吼，阮会开1年的时间，邀请3个作家，吼来到家己，吼来遮用1年的时间来写因的卡本出来，吼伫咱的戏剧节内底做读剧的读本的这发表。除了读本的演出，阮剧团表示，当初疫情影响到在地少年剧场的演出，经过要1年的时间，即届嘛会伫小剧场戏剧节来正式出演。家己县政府就表示，16、17、18连续3天，表演艺术中心会有总共17场的演出，希望互民众无同的文化体验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